嗱，各位講嘢之前呢，就先睇幾段電影鏡頭啦。先下蘇哥，嗱，特務接頭啊！大家唔好眨眼啊，望真啲呢度啊，喺邊度啊？係咪好熟悉呢？嗱，你哋冇估錯啊！呢度就係經典嘅反特片《秘密圖紙》喺廣州嘅拍攝地啦，東山區嘅龜崗大馬路。嗱，一部電影帶起咗一條百年歷史老街嘅記憶啦，更令到呢座老建築嘅舊址成為咗廣州土著嘅打卡點。佢就係1958年由煤場改造成嘅原東山酒家啦。嗱，鏡頭轉過嚟吓，啱嘅電影畫面中呢，我哋亦都睇到咗呢座建築，佢就係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開設嘅東山華僑商店啦。幾十年嚟呢，呢度一直係通行僑匯券嘅特種商場。嗱，講到呢條龜崗路呢，佢係廣州人心目中老東山嘅象徵。呢度及其周邊係高度集中咗成片嘅民國老建築啦。龜崗路一直以嚟係整個老東山嘅商業中心。我哋同大家一一指認下。嗱，呢度之前曾經係廣州東山最老牌嘅新華書店，唔知你當年有冇幫襯過？呢度之前曾經係東山3大酒樓之一嘅食德福菜館啦。龜崗路呢，絕對宵夜嘅首選。嗱，呢度妙盞燒臘啦，唔單止個老媽子至愛，甚至連香港唔少啲影星都慕名而嚟嘅。嗱，八百仔你識噶啦，唔使我整嘢噶啦。吟沉咗咁耐，有啲肚餓添啦。既然嚟到龜崗路啦，點都要過嚟呢間全市標杆性嘅肉菜市場買下餸啊！嗱，因為周圍都係啲大單位，所以呢，佢嘅安全標準啦、老字號啦，同埋啲品種呢，都係數一數二嘅。嗱，老東山下回分解，係咁先。